一般大家不喜欢过江，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一个汉人跟武昌谈恋爱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这叫异地。在武汉，跨江恋爱就算异地，而彪哥也有一种独门考品，让他们在汉口汇聚，藕断丝连。选用脆嫩的本地9孔藕，用开水焯一下，随后切片穿串。烤一下是我感觉挺好吃的，所以我才搞的。但是武汉好多人都喜欢吃。烤藕片的口感秘密，用心看也无法全面掌握，让徒弟们很是无语。这是独属于彪哥和店香之间的心电感应。它有一种香香的辣，口感也有一点脆脆的。我妈平常在家里藕都是给我炖汤喝的，然后但是这种烤的也非常的好吃。店香烤出的藕片跟炭烤的单一口感不同，外表是烧烤的焦香，内里有水果的甜脆，还有让人心动的辣味儿。吃上一次你就知道为什么馋嘴的人放弃过早来吃烧烤。反正跑1个多小时，真的很远。下次跑2个小时我也愿意。